转接头了。这个也转接头，接到那个手机啊，这个接到手机啊，这快充呢，可以1对2呢，1对2快充。高温哦，如果有高温要离纸张远一点，注意安全啊，不能高温太烫，危险。这材质有的是耐高温的，不能自己用一般的电线可能受不了高温的，不能随便乱接电线。